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灣師範大學競技運動系副教授王樹航，曾經指導亞洲鳥王東家宏在巴黎奧運摕到單槓的銅牌，伊方指控涉嫌到霸凌甲性騷擾。不過，伊本人是親身出面來回應，講絕對無霸凌的行為。我們要跪着給他遞拖鞋，跪着遞咖啡。當教練做的時，我們必須維持跪姿，甚至連他在臥推時，手部反覆壓到女子選手的胸部中央。卡這片向鏡頭講到捌面腿無合理的要求，教練閣敢若有個人性騷擾。我看這小學5、6年級的孩子，因為只是衣服沒扎好，講話比較慢，就被罰倒立。無看到小學員被處罰，便若想到就驚驚。台師大體操隊被霸凌性騷擾案，卻指控人內底就包括有名的體操教練。台師大運動競技學系副教授王樹航含助理教練，針對霸凌部分，王樹航卻停聘2年，性平案建議處分最少6點鐘，加性平教育8點鐘。因為委員說動手的直接動手是麥劉教練啊，不是翁教練。這個完全就忽略了這個翁教練他所形成這個形式。麥劉教練如果他只是個人的行為去打小孩，難道翁教練不用制止嗎？霸凌跟性平是被分開調查，一定是分開調查。但我們認為在判斷他的行為輕重跟他是否適任，應該要綜合判斷。目前針對性平案當庭啟動調查，教育部講會持續關注，今麥會針對運動競技系成立專案小組提供相關輔導。台師大講針對霸凌性平或者是錯誤管教，絕對別寬容。再次的嚴正的聲明，我們絕無霸凌的行為。臥推有碰觸到所謂的胸口的部分，這個事件是子虛烏有。就我個人在帶領我的老師群，或者是在帶領我的學生，大家都可受公平。王樹航強調，無甲人爆料，賣交相關證據，繼續配合學校和相關單位審議。現場嘛講，家己是案件相關學生的家長來到講話，不過人本教育基金會嘛提出調查報告反駁，兩邊攏有話要講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